越站路顶点点起度街，往往冇义工嘅田phố，为点前又要跌個兩個暗部石頭，帶來熱線內熱。半夜3點，還看得到公共嘅響鵝，大家喺前後水世界，做到時衝嘅店家，連漫天響點會走攀下，如今開始的人意嘅條路。那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搬出来啊？那等一下菜回来的时候，那我们该进就进去，该排的排，是这样子啊。那为什么要那么早？因为我们在中间啊，夹在中间啊，没有那么早哦。等一下，他们要是回来，我们夹中间都排在后面，我们工作不能做啊。平常时下，平常时3点，韩国拜六礼拜12点到1点是好，12点1点就还搬家红哦。专门上官搬家，该煮该盖煮阿婆，好煮来批发的本民而做。天天啊，天白冷嘞，徐冲到人未見來見到，辦貨嘅辦貨，送價送價，個人考慮之前做好準備。每天都1点多就起床了。每天1點多就起床。对，要赶上这个市场啊，不是那么简單呢。所以我們時間特別長，所以是非常辛苦哦。下晝已經講打鐵長山，我一直做條褲啊，3種條路最辛苦嘅啊，俾人托到啊，冇問題。喺馬上慢奶都糖嘅到，人連我就動來。這令人台馬鼓上驚喜，展現出徐衝嘅生命力。為了解粵族地方嘅文化，最佳方式來到當地嘅徐衝行一點。這是我們客家人的紅棗鴨，最道地的紅棗鴨，就以前阿嬷時代的傳承下來。無啱啱兩個副菜當好些，係啊，副菜當好些，佢將啊這個做啊，你菜本名啊這個曬啊，我哋都係同一自家做嘅，你醬爽啊這個棒啊，兩一自家做嘅係啊，係錄幾斤呢錄10公斤的，10公斤就10袋嚟啊，10袋，哦，你當幾多兩賣係啊？係，當幾多兩賣？啱啱應賣當多係10啦嗬。一年都會賣，200年就得賣差唔多2000隻，很大隻嘅菜包啊！要菜到死，啲白肚啊！要蝦仁，要香菇，要小豬肉。面頭前看到嘅都係充滿客家味嘅傳統美食，糖到嘅未全係千萬那個嘅客家風味。啲褲咧皮撲撲，長眼撲皮嘅豆漿面風啊！而且豆漿面風涼，啲健唔同樣啊，同埋豆漿面風，也冇寫滿重嘅，你聽聽我價錢唔係啊，有睇錢，白腰啦白我，哦。除安樣按用人簽會，來到呢你填出感受味道，行人嘅後字。幾多咧？打早出嚟走嚟啊？幾點可以啊4點。4點可以走出嚟哦。係啊，火卡呢？那叫火卡呢？條菜啊，
冇咁後晚要豪宅啊！要具體的影響回來讓你買嗎？很多係有嘢嚟影響啦，就是到後期會讓你買，因為到咗你買啊。應該是兩年退，主動喊係住揸新鋪街農業總頭。該世界決定向前為將自家屋下種嘅菜拿到專為路來賣。時間久咧，見來見能嘅，甚至包每年附近嘅亞洲市場都受到影響沒落嚟。32年前那些是可以是2萬多人的買的，2萬多人買，該中央市場基本都容納唔下，因為他們挺亂的哈。83年規劃才在流動性面哈，發啲碳甲，本家都碳反的掰。差不多在15年前了哈，北二高開通了之後啊哈，另外啲人動到人來，要帶來商機啊，你看成長的速度啊哈，從以前40攤成長到差不多400攤嘞。主動權就企喺住台土、上發、提住、東內兩亞洲市場，包每單單都曬來中央市場。兩係中央市場，當年都有200噸客家嘅創業料。客家邊做選挑嘅寶山、北部、邦山、老姜林200隻鄉村嘅教育中心，每個鄉親賣盤免費物資，天朝本來嘅維數。係啊，賣板，賣東好是板。係啊，客家嘅嚟啊。係啊，客家人的板好吃啊。你來兩賣幾多年嘞？我住在五峰40年了啊，40年了。你看，我40年來都在這邊買菜。係哦。對啊。那你上當下來一定要一叫半個小時。你係大家付權嗎？咩第五指山？五指山啊？五指山係啊。基本係當工來了呀？係啊，當下來買啊。新竹人哈，沒有啲人、土人人都冇很大嘅市場。啊，所以講我哋嘅市場非常很大，但是客家傳統嘅東西非常多。有一個磁場效應啊，會吸收客人來多了來是買東西，是他集錢啊，唔是咧這種這下有錢來錢去啊，你還買個東西都有咧，所以說會產生淘汰作用。跟五沙市場就剩在這個市場最大咧，好，那小市場就已經邊緣化，就按由自然淘汰掉。最真實的客家生活完全展現，市場度還難入動到是50年的時嘅老店啊！唔但搶歸路見轉嚟市場嘅改變，每一區堅持自家嘅好美水。呢個市場賣落嘅，賣差唔多60年，我爸爸賣，我第3代嘅啦，我爸爸過2嗌，2嗌，我自己食，人家去叫買回啊。我早上9點5點到後邊啊，10點11點。蠻長嘅時間啊！幾年買。現炒乾到腐妹炒，最好是講去煮啊。你買幾多年？還買多年啊，買53年了。買53年了？對啊，他國小畢業14歲時買啊。叫人家買到，人家買好，他就是給送去買啊。什麼固定，好多人要固定嘛，講固定點買。落水未會數，係熱土未會數。錯啊，落水是冇買啊。他做50多年了，我喝他這個他有40年了。很久哦。對啊，我那麼老了，你知道。每天要喝一大杯我才睡得着。真的啊？對啊，做生意很累嘛，對不對？天氣熱哈，每天要喝這個泡楚娘啊，仙草茶，就10年不變，中途。阿峰，你有沒有生病哦？生病來到沒有面子哦，沒有家的生活習慣。中央市場開辦60萬人啦，60萬人係賣到差不多50年啦。江湖係哦，江湖係就快價呢。對啊，在中央市場啊。以前就對面櫃牌啦。對。按咱收7點收11點。哎呦，起幾年嘞吼？係啊。起幾年？我拿的是錯了。幾辛苦吼。強弱與只堅持就係辦只生意，個人眼冇限，不良公婆做到繞骨都在是唔起。
还係堅持為種類兩件事面點，也唔錯係行業原先嘅展現，留定意識嘅素材味。萬川到錢嘢借咧啊！要做咩咯？要整理整理啊！像熱天呢，你買煮一桶清炒茶不能蝕啦，人哋。半年前，富坤兩潮嚟大家，是創出新立嘅碳販協會，就會讓市區管理實施垃圾唔跌落體內嘅政策，本單做嘅市場變做兩下強力冷流嘅融合。當然係要管理人類算，維持出時此體冇照規矩嘅店家。去年的時候，我們就已經被列為示範的市集，我就神搶嘅真正的竹東客家傳統市集來做行銷包裝，也效果親厚。當而家來是當到外地人來請，因為櫃台包我看到會驚哦，而家買菜包沒買啲咧，來是500條、300條啊，要櫃台包嘅那種。有啲應該帶人來咧買煙機啊，那個帶機器說。左檔嘅全部給它包下來，10多隻嘅我全部要帶轉去，我黑到個萬多咗嘛，因為一隻雞就700-800塊，我帶轉去是最好的伴手禮。公共後日天天嘅看到咧，兩下協會和成立客服中心，呢種名站就喺名路嘅宣傳功能，將主動市場推廣出去。南班還就得透過放送動物嘅服務，買到兩副嘅東西。主動市場就得對住咗40攤嘅社市場，變做400攤嘅市服中心，自然就給成功嘅維數。不過太關鍵嘅改變，每半年啲店家沙都想辦法增加自家嘅競爭力。大賣場嘅殺傷力對於傳統市集有很大影響，所以說我們跟業者也一直提升這個觀念，就是說自個係做好了。我們不能淘汰，經營是落來時，我們有競爭力跟他競爭啊！我們的優勢是我們的市場多元性，親和力絕對夠。要賣東西啊，絕對是本地自己產品的東西。我們這個市場最少有5000個人一個家庭啊，我們跟他換售了大概5000個人在靠這個市場生活。我也跟縣政府反映說，最後是要考慮到民生問題。你係財團落來時對你係基層的殺傷力都強，同派啊！你飯店有嗎？有，天天。而且他都會說多拐2條給我。這個是主要原因是吧？傳統市場嘅目的唔係舉辦大賣場做啲推介，店家讓人客就該唔帶強係買賣關係。行下到嚟睇住之間嘅門窗門檔留情感。一下市場都未看得到東道嘅後生人，盡力只做供應。先住佢嘅傳訊將會3年下去，為咗東客家傳統熟悉，下下看得到及童年嘅故事。